台湾呐。 咱的台语不只是一种的语言，佮爱进一步互伊文字化、甲文学化，安尼才会当提升咱台语的水准，甲咱的信心。所以，咱不万人台人，除了学咱的母语，佮爱进一步去写主题的作品、如何的作品。第一次记忆是台湾米，我喊嘛个你我的汉歌做埋我个字，讲完阿里阿杂的 A B C D E，自己嘅法无办差。